各位引人，你哋好，今日係4月12日，我講你聽賽馬貼士視頻啊，我係華先生。第二場5班嘅14米，1號同有雲落班穩減七盟騎師跑係好嘅嚇，但係當我搶放佢未必貫徹到嘅，小心為妙啦。3號試跑得134磅，跑馬地跑到滑晒啦，轉翻沙田縮程14米都啱嘅，但係8歲老馬喎，能力見盡，得個博字。4號百里王跑咗15次，最叻得個第3兩個嚇，第3啊，第2都冇㗎。增程5檔好位試下咯，放頭或者手好位跑睇有冇咁嘅能力去贏呢組馬咯。但係我覺得佢機會微咯，因為佢質素有限公司嘅馬都係唔要㗎啦。5號薛家福星跑咗8次4甲不入，跟住跑沙田呢一重磅11檔位差，可以唔大可以唔要。6號戰得勝跑咗9次4甲不入，擺波人上去擺波人騎喎，擺到咪實搏啦係咪先？但係質素有限公司嘅馬咪得個搏字咯。7號本能跑咗多次，走勢線差，加上咩重磅10檔位差，冇乜質素嘅自購馬，不要也罷啦。11號紅當當1004米啱跑，但7歲馬能力見盡，加上13檔位差，機會大打折扣啦。12號見無情2檔好位㗎，有權跟前首位跑，但係佢成場都係首好位跑嘅5、6位，但係佢都輸幾個馬位啊。但係呢次咧換咗田泰安，係咪？但係呢啲馬咧隔一隔就嚟㗎啦。嗰個問題咧，你要睇佢臨場有飛咯，呢個馬有飛你咪跟咯。13號進先生5班咩輕磅有啲隻數嘅少少啦嚇，因為咩1、2幾磅，但係質素有限公司嘅對手又多，得個博字。14號古浪非凡能力見盡，加上14檔位差，不要也罷。第2場啊，10號餘槍騎兵，9號純善寶，2號愛心愛的，8號純意。第4場4班1004米，1號江年80咩頂磅10檔位差，跑法被動，機會都係3、3、4、4啫。2號開心老闆咩頂磅同樣位差係13檔喎，仲要放頭走嘅馬分咗俾人頂，所以小心為妙。4號駿馬之光跑咗6次，走勢算差。呢一組咧對手都強嘅，我諗冇機會談唔上啦。6號大輝煌4歲自靠新馬，初跑加上之前受腳環影響，加上12檔位差，最好等佢跑下先咯。8號開心旺財跑咗2次，走勢普通，增程啱跑，但奧爾文唔揀喎，小心啲嚇。10號金雲齊嚟跑3次，冇乜走勢，1004啱跑，1檔好位，會嘗試放頭啊手可以跑嘅，但係多馬搶放，呢組對手唔弱，我都係唔要。11號貴麗人生評分係新低，但戰倉跑咗5次，走勢都係差嘅，加上7歲老馬能力見盡，不要也罷啦，叮當號碼房係咪先？12號最感跑4次3甲不入，即係咁講呢啲馬咧，冇話3甲4甲都入唔到係咪先啊？咁啊質素肯定有一般啦係咪先？再加上14檔位差喎，跑翻入被動，要唔要啊？我梗係唔會要啦。13號最好玩，冇乜質素嘅馬，加上腳環影響，不要也罷啦。14號全神貫注5班贏咗喎，又跑第1又跑第3個喎。但呢次上4班，佢係咩輕磅，但係佢3檔好位嘅喎。不過咁佢擺頭走，有馬同佢搶放，咁啊夠唔夠4班啲老虎跑咧？所以呢啲馬我都係建議唔要好啲嘅。第4場啊，3號醒目先驅，7號龍奧凌羅，5號創寶區，9號騰達勇士。好，第5場4班12米嚇。
1號立得準，咩頂磅？喂，135磅喎，11檔位差，係咪？對手真強咗，我諗機會大打折扣嘅。2號維港激流，咩重磅10檔位差，仲要對住沙田嘅對手喎，佢呢條喺沙田唔係跑馬地㗎，轉咗場㗎，所以我諗減分性質咯。3號標之浩瀚，成場1400跑得差，縮翻1200，佢係贏馬路程嚟嘅，好嘅，但咩134磅喎，佢未必佔到優勢㗎，加上連拼4次，體力未必足夠應付㗎，我認為。再加上熱門咧，大熱門啊，分鐘係，所以我都覺得唔揀好揀。4號龍之月初出贏咗，今次孭多6磅，加上多馬搶放，佢未必佔到優勢，係要考驗嘅。咁啊，呢啲馬都係4、5倍，咁啊未必贏嘅馬，係咪先？你中意要咪要咯，我啊覺得唔揀佢啦。8號航至尊，成場12檔位差，後追跑第2，副點頭位喎，贏唔到真係可惜。但係今次呢，對手多咗，加上上場用咗體力，佢未必足夠應付呢場嘅，小心為妙。9號金絲大將跑咗4次，走勢都一般，呢組對手強，機會不在啦，係嘛？10號華麗再贏，跑3次1400米，走勢普通。咁啊，呢次縮1200啱嘅喎，但係呢，我有馬揀，除非你臨場落飛我先要，而家唔揀㗎。11號多多開心，跑咗4次，毫無走勢，繼續以賽代操。第5場啊，6號福聚，7號威威神驅，5號燒揮灑注意，12號紅海風帆。第10場3班1200米，3號競進王者75分，呢個評分佔唔到優勢嘅，因為佢咩重磅嘛。除非佢再進步，而家嚇佢先可以攻克3班㗎。但係而家對手多，咁啊呢啲馬我都唔揀㗎啦。5號超寫魚連拼多次足之係贏咗，跑咗個幾出嚟跑喎。但係呢組對手強㗎，需要一檔好位，都要後要進度嘅。講真，所以我都唔揀佢。6號輕馳千里跑4次得3個第一，叻㗎啦，跑1000啊，全部都係。但係質素肯定有一定嘅質素，唔會差嘅呢個馬。但係呢次佢突然間跑1200，係咪有對手又多，肯搶頭走，對馬又有，所以佢考驗大啲嘅。我建議觀望好啲。7號呢，3架之星，哇跑3次都有飛嘅，試咗啦嚇。呢組對手強，加上12檔位差，機會大打折扣啦。8號勇冠群英69分，毫無優勢，加上1200米唔係強項，對手強，機會不在。即係咁講，9號啊，歲歲有福，由季初到而家啦，即係佢都有飛嘅拼，但係佢都係輸嘅。而家係67分，係冇咩優勢嘅，加上對手強啦，10檔位差，機會談不上係嘛？11號皇上師大集有走勢，但呢組對手強喎，佢係未必佔到優勢㗎，小心為妙啦。12號宜昌光輝4班贏再上3班，成場後追跑嚟4係跑馬地㗎嚇，負個幾馬位唔算叻。今次對手真強咗，翻沙田跑，考驗更加大，不要為妙。第10場啊，4號寶駿，1號跨境寶馬，10號靚子力奇，2號醒目高球。今日咧值得投資嘅提供1 win 4 pay 㗎嚇，係第2場10號馬宜昌奇兵，祝各位有緣人 win Q 齊中，多謝收睇。各位有緣人，多謝你支持我講聽嘅賽馬視頻啊！希望大家記得訂閱、俾個讚啦，加埋分享啦，俾呢啲朋友啦，幫你推廣下啦，唔該晒你哋，拜拜。